成日望住鏡裏面嗰個自己，點解努力極都好似未夠好？每個角色都想做到完美，最後剩低疲倦與失眠。夜晚收工返到屋企，仲要扮住冇事嘅你，其實心裏面好多聲音話你永遠都差少少先配被愛惜。人總有幾次會失準，跌低嗰陣都值得被抱緊，放過自己。